来看高雄这五福路圆环改造了后，目前圆环两边拢总有79个停车格啊。不过，换百货公司迄边的停车费就较贵啊。就民众反映讲，这标示也无写清楚，还因爱加纳钱。交通局是回应讲，配合智慧停车格的时间有定位标示，也会搁再观察讲，敢有需要采一个告示牌。 汽车、奥多摆来来去去，就算是平常日，五福路圆环这个路口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多。目前圆环拢总有79架停车格，不过所干那瓦百货公司迄边的13架是高费率的，头一点钟50，第二甲第三点钟拢是100块。同一条路收费煞无同，因为边仔拢无采告示牌提醒。有人因为安尼去互加收钱，认为这部分确实爱改进。觉得他在告示上应该要再做清楚一点，比如说嘞，可能可以写一个立牌这样子。 对，比较清楚一点的。甲开车相像嘛，你路面交通规则你要遵守啊，对吧？你标志无不清不楚，无可能嘛。即摆标志做清楚啊，不过伊即摆检一块牌啊，讲讲伊涂骹有写。对啊，嘛是彩牌啊，应该嘛是准绳啊。 圆环附近的停车需求原本就真大，尤其是百货公司这边，停车率大约是9成。会规划高收费的停车格，主要是要提升周转率，避免互人长期占用。你最近配合智慧停车格画设，涂骹的黄线甲收费的时段，拢已经有定位过啊。有关民众反映这个告示不清的部分，其实我们在道路上面的这些停车格位都已经有增设这个黄色跟相关的警示，那我们会再来持续观察，是不是有增加告示牌的必要性。实际到现场看，中心画好的高收费停车格确实价较隐白，来遮停车的民众大部分拢知影收费较悬，不过无要停久就较无差。可能对外口人来讲，除了家己本身爱注意看以外，若是有告示牌，才会当第一时间就可以知影收费的差别。记者柯家自罗维做高雄场报道。